廣東遊戲出海再傳喜訊，遊戲界奧斯卡 TGA 2025喺北京時間12月12號揭曉咗年度獲獎名單。嚟自廣東廣州嘅富樂遊戲研發並發行嘅開放世界動作遊戲《明朝》斬獲咗玩家之星獎項。今次係繼舊年嘅黑神話悟空之後，又有一個中國原創嘅遊戲 IP 摘得呢一專業獎項。TGA 係目前全球遊戲行業及遊戲玩家群體公認最為重要、最具影響力嘅獎項，號稱遊戲界奧斯卡。廣東遊戲明朝獲獎，標誌住中國遊戲喺全球舞台上嘅影響力持續攀升，獲得國際市場認可。明朝係一款跨平台、全球同步發行嘅中國遊戲，隨處體現出傳統文化元素，例如建築參考咗徽派建築入邊嘅青瓦白牆、馬頭牆等元素。角色嘅設計方面就融入咗好多嘅水墨、竹林、神龍、神筆馬良等極具中國特色嘅傳統文化元素，成功引起海外玩家嘅關注同埋熱議。好多海外玩家都話，因為被明朝吸引，轉而去了解中國建築、武俠及舞獅。新啦，給大家那個登場界面做得也非常的到位，質感啊，這個角色這個建模啊，這個非常的很 nice。據悉，明朝嘅熱度亦帶動咗相關文創產品嘅銷售，助力文創產業發展。明朝比較吸引這些玩家的是哪一些產品？比較吸引玩家的話，目前是以徽章為主，其次的話是立牌，還有一些疊疊樂之類的蠻多。明朝嘅製作發行方就話，遊戲能夠得到全球玩家市場認可，有賴於廣東越發濃郁嘅遊戲產業氛圍。自關注推動廣東網絡遊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發布以嚟，省市相關部門通過優化產業生態、鼓勵內容創新、搭建交流平台等舉措，為本土嘅遊戲企業注入咗強大信心。廣東台記者丁許報導。